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下晡北部地区7个县市万安演习，1点半到2点，人和车拢会管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演习的演，读医演第2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演就是长流型的水，或者是长又搁快的水。另外，现代台语字典咱较常用到的意思，是讲伫大家面头前展技术、展功夫，咱讲是表演演出。另外，搬戏嘛人讲是演戏，也有代志的变化，咱讲是演变。演讲古早字典冇写讲讲演。另外，把戏剧剧情表现出来，或者是特殊的技术功夫展现出来，咱讲是表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演讲，也就是演说。过去的台语字典冇写做讲演。第2个词演习，就是推测各种有可能发生的状况，先按定计划了，实际来练习，变做实手，卖当改正欠点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总统大选这段时间，国安人员会保护每一个候选人的安全，进行各种的演习。像讲候选人伫咧演讲的时，卖模仿各种现场临时发生的状况，要安怎来应变？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